台湾将在下周开始建造新的潜艇舰队。在面对中国军队迅速现代化的情况下，为了加强对台湾的防御，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，讨论一项开发台湾资源的项目，以建造8艘新潜艇中的第1艘，并宣布它将在下周开始动工。该项目下的第1艘潜艇估计费用为17.2亿美元，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投入使用。中国将台湾视为其一个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。在美国支持下，中国在该地区印度和台湾发动两战的可能性不容忽视。美国和欧洲指责中国盗取了用于 F-35 战斗机的重要计算机软件。安全漏洞是出于未卖给土耳其的飞机的4个生产商之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，或者是底层工作人员犯的工作漏洞。英国调查此漏洞时，许多程序被重写，因为尚不清楚何时秘密被盗，以及他们可以访问该系统的深度。据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受到了良好的保护，免受网络攻击。在台湾进行的一次训练飞行中，空军的 F-16 战斗机失踪。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，其中一架 F-16 战斗机在夜间飞行训练中失踪。飞机失踪后，台北政府命令所有战机返回其基地进行安全检查。这项决定意味着有150架战斗机降落在地面。蔡英文总统说，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营救任务，空军已将所有 F-16 降落已进行控制，我已下令调查事故原因。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埃曼·加瓦希里因病去世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消息人士告诉阿拉伯新闻社，69岁的埃及人伊曼·加瓦希里死于疾病。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德国艾增的大学医院。医院相关部门的44岁首席医生用死亡针杀死了分别2名47岁和50岁的武汉病毒患者。据报道，该事件发生在11月13日和17日。医生的目的是减轻患者的痛苦。显然，2名病人的病情很严重。在医生行凶之前，他对2名病人的亲戚说：“请跟病人告别。”欧盟委员会宣布，为了防止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行动计划，由欧洲联盟执行机构制定的5年行动计划，包括加强现有法律框架、建立打击种族主义的协调办公室，以及增加欧盟人员多样性的条款。欧盟委员会透明度和欧盟价值观副主席维拉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，由于最近在美国和欧洲组织了反对种族主义的示威活动，立法者应该对此问题采取一些行动。